讲到咱台湾的防疫受到国际肯定，这互咱国内大学颠倒吸引真侪外国学生来报名考试。有专家表示讲，台湾的产业转型也牵涉到人才培育的转型。自动辨识闪开路面的障碍物，自动驾驶拢可以袂到。机器人、无人车应用对防疫新生活变作常态，各种远距离的技术真发展。疫情期间，各国失业率升高，人工智慧深度学习的人才需求无降低，颠倒是增加。为着迎接后阶段的零接触经济，台湾人才培养的策略，嘛对产业转型的脚步对调调。台湾的大学内底其实有真侪的教授啊、学生啊，拢有咧做非接触的这种技术，有愈来愈侪这种领域，会开始考虑讲增加这种远距的功能，也这是这种数据分析的模组。无人车入去磅空一款危险的环境来搜救，都是实际应用的案例。最近10多年以来，台湾鼓励下领域的人才来合作，高台团队都用无人车伫咧国际舞台，和 NASA 等等世界顶尖的团队来比拼，嘛受到肯定。我们也用像是比如说深度强化学习去训练那样子实体的车子，在这样的环境中去进行我们所谓 navigation， 就是导航，刺激更多的人才如何把这样子台湾各个部分的硬实力或软实力，把它集合起来，变成一个可以用的东西。台湾所累积的高科技软硬体实力，也是伫这波疫情期间，帮助台湾来抢产业数位转型的机会。另外一方面，这边政府防疫的表现，卖当吸引更较侪国际的人才来台湾。对印度来国际学生表示，伊个国家因为疫情封锁，人民过甲真艰苦。伊当初是来台湾见识半冬，即马煞想要留落来啊。Taiwan is a land of opportunities. There's so many opportunities in every sector. Like, firstly, in terms of research, in terms of technology, Taiwan is much more advanced than India. It's more open here. I think that's enough for a student to study and choose Taiwan more than India. 疫情过后，国内未少大学陆发建工，境外生报名成中未少，亲像台大后学期海外联招报名人数增加4成。后疫情时代，产业数位转型的速度会更较紧，人才培养的转型，也是台湾维持竞争力上好的投资。记者由于进场约随新的报道。